好啦，休克尾梯有一項根根嘅，都幾實用嘅根根。休息時間，以往公幹時間夠鐘咧，休息時間嘅，依家成個時間嘅。你可以試下選擇嘅距離長短，即係交貨時間有5個鐘頭，但係休息時間隔一時要分2個鐘頭到，行車時間4個鐘頭。咁你就一定要休息啦，休息之後咧就過鐘啦，就會超時啦，遲到啦。咁你休息1個鐘頭咧，就歸1個鐘頭嚟駕駛，幾實用下嘅。咁唔會靠因為瞓咗覺而遲到而靠佢嗰個報酬啦。呢項第4項根根幾實用嘅。呢台一間 Volvo 嘅車㗎啦。轉左，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轉右。轉右，食佢啦呢個位。逆線行車。掉頭，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。你已經到達目的地。最大嘅陽光。咁大個係啊。喺呢個位置，下架機唔好喎，下架咧難揾嘅。8個鐘頭外嘅，100幾公里英里，一路行呢度，度行呢個位，呢個位置，
呢個上落去，呢個下嘅咁樣。咁啊，呢個39公路行返呢度。呢個上落去咁樣推過去，勾過呢度，上返呢度。呢個未行過，行呢度啦。呢度啊，一下次啦呢段路，呢個谷谷。尾卡咧有啲休息站啊、油站咧好鬼多嘅，係啊，一忽、兩忽、三忽、四忽，4個。下一個新收應該喺附近㗎啦。好啊，449英里。好。轉左，分岔路口靠右。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轉右。轉右。分岔路口靠左，然後轉左。轉左。
咁你開嗰又要空分翻㗎。岔路口靠右。好啦，單線雙停啦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。轉右。轉左。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轉右。轉右。
哦，貨物冇事，很好。貨物冇事，OK。OK， 咁行，OK。打件界啊，啱啱過去緊車日有休息一條龍服務。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轉右。轉右。天光啦。
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分岔路口靠左。選位啦，冇計啦。當你概括個 N 字尾嘅話咧，基本佢係唔在乎呢樣嘢嘅。
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分岔路口靠右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哎呦！哦！
2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喺右邊出口駛出。
口靠左，然後轉左，轉左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，轉右。你已經到達目的地。各位，呢個位啱啱有個車頂旗。
架車咧，嗰個位頂住。邊個問題呢？疫區裏邊咧又係生啲啲，又係生啲啲，噴唔到佢啦。有架嘢頂住嗰個路線。啱埋去。隻狗去牙坑係近唔到入去嘅，坑坑見到嘅。
快啲搞掂。唉，因為扣咗500幾斤去，14斤去啦。緊車啦，喺呢個位。走啦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，轉左。分岔路口靠左，然後轉左，轉左。轉右，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分岔路口靠右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，轉右。你已經到達目的地。